各位好，我係堂主 Raymond。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，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。今日我喺香港粉嶺高球場公園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壽山石荔枝洞荷塘情趣日形章。作品係老料嘅壽山荔枝洞，滿蘿蔔絲嘅荔枝洞，名貴嘅品種石，白度一流，非常之乾淨利落。明亮自然，冰糖質地，手感細膩，圓潤溫潤，石質凝結，晶瑩透徹如水似冰。呢種質地非常之少，雖然係晶，與高山晶同埋坑頭晶係完全唔一樣嘅。荔枝洞呢種質感更加細膩，軟凍地，落刀嘅手感都唔一樣，有幾粒荔枝嘅黑針，少少嘅雲團。荔枝洞石係石中嘅貴妃。壽山珍貴上品嘅品種石頭，以色澤論，荔枝洞嘅石無疑係掩壓群石嘅，同石帝田王一樣寶貴。呢個尺寸只有幾粒小針，真係唔過分，承穩。而家呢種貨已經係收藏性嘅佳品啦。雕工而言，屬於壽山西門牌嘅風格，睇上去有一種老嘅味道，典型博藝嘅印章工藝，書畫家們咧應該係特別喜歡嘅。主題荷塘情趣。係時下永遠都唔過時、長久流行嘅老款，用博弈嘅技藝以刀代筆，構思係荷塘風景，笑自然之盛，顯現天然嘅荷葉之美態。作品嫻熟雅致，富石翠畫意。